我是阿叶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我嘅感动，还有我嘅愛。我是小虎，從這道菜，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大擺我看到日式都好食的東西，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這就是我親歡喜的事情。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哋，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喜出發了，祝紅太大del是。好朋友夾夾來，愛唱一首紅太，大家共下來大del是。到台灣有1100萬沙嘅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忙嘅付出，唔講風采、熱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忙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台灣有豐富又強嘅生態環境，其中嘅森林資源就佔58%。有一群人點點嘅台灣藝術負擔也珍貴嘅資產。我老小虎也拜就愛去屏東嘅林務局去拜訪籌組工作上嘅孫山燕，你看看那幾道嘅工作內容。咩彩虹嘞？我用當初問拖拉庫搞到誒，當真誒。你個藍布很帥。我嚇死人啦！你係夾出頭啦。哎呦，太多嘅呢。準備到一切啊，希望也用得到。你好。出發咯！一天上高速公路。來到台灣清南部嘅屏東潮州，雖然我哋當時來到一個地方，不過要同樣感受到鄉親朋友嘅熱情。希望我來到野位做得老歡喜分享嘅精神，繼續問大家。也就麻煩到了，麻煩。這下吼，唔就去請我煮嘅菜，買。請請幾肉份。一第一度當初買下公肉。誒，先話送翻法咯。哦。做邊嘢？我做邊啊？你好，我們是客家電視台，然後我們今天要去山上煮菜給林務局的那一些就是巡山員吃，你可以送我一點這個嗎？可以嗎？這樣子就好了，謝謝。你是老闆娘對不對？你是客家人嗎？對。這個節目就是希望能募集一些食材啦。可以提供我們一些青椒嗎？好，這個1包。哦，可以啊。按這樣子，謝謝。
我们今天要去山上煮菜给巡山员吃。我需要一点点木耳 OK， 然后还有蒜苗。跟你们结缘，谢谢谢谢谢谢，祝福你们。大家就等于爱心，谢谢啊。中啊，我哋客家电视台的欢喜拍照，我哋去主办部嘅东辛苦嘅巡山员，刚刚嘅节目咧，向募集嘅方式，因为东乡嘅隔壁，所以赞助来3批隔壁嘛。好啊，好呀，耶！好不好？应该等会客家电视台。我想要煮素豆汤。煮豆爱煮地方，较好哈。安尼会歹势咧。每天我都好你。哦，谢谢你，老板娘。我想都按家就以猪肉呗。老板娘，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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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客家电视台的欢喜饭桌啊，我们这次来屏东路是要去煮饭给那个很辛苦的巡山员吃洋葱的。可以啊，我可以吗？给你啊。 6个，小的就好了，谢谢谢谢。安子 C， 谢谢谢谢。就咁样吼，高丽菜啊，好啊，我想要一点的洋菜个高丽菜吗？红萝卜咧，可以啊。好，是咧，两位送咩？安子 C 啊哈，安子 C， 安子 C， 安子 C。哎，超，也觉得矮哦哈。老板，我们是那个客家电视台那个欢喜饭桌啦，你能不能跟你结个缘？你们有没有嘴巴肉这种东西？去胚吧。可以啊。可以吗？哈。好 ，OK。耶！哇，去胚吧呢？这很好吃。老板娘，不情之请，再加这根猪舌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哈。好。哎，谢谢。安谁。妈开，俺前前慢慢就冇想到，年纪唔短过呀。不过喺台灣人喺當年前嘅台記，台灣人安子哦。因南埔哦，唔係我嘅第一排。南埔嚟到南埔，要請菜可能就冇咁簡單。結果冇想到，到咗潭邊，地檔嚟到要煮飯本巡山員說，所有人全部就動開就講好，因為南埔哦，真係動熱情。我看有一天有蔬菜味嘛？哦，安子 C 啊，安子 C。哎，有蔬菜味嘛？好料，買好誒。安走料。哎，我冇買好蔬菜味。啊我燉豬腳啊。我要乜晒？純愛好朋友。出外國朋友。係啊，你請朋友嘅媽媽。啊。呢個你也見啊？互傳講。你媽，好。哎，你們好。我愛山鄉煮菜本巡山員是想讓哪啲位蔬菜味啦？去年呢有到颱風，樹上冇雨，嗰時尋唔到蔬菜味。啊，嗰時尋冇呢。今日本來想要煮嘅蔬菜味豬腳湯，那要豬腳係點樣嘅啦？咁我係拿一根頭油，煨起攞豬腳。如你有冇開條油啊？好啊！做得啦。哎，夠慢兩個好哈。係啊。按好條油。好啦，就一乾咧。哦，安子 C， 今日先去山東煮菜，哦，啊，賺了錢。這麼撩。好，拜。哎呦，禮拜哦。不炒，係啊，一澎湃啊，哈，哇，加油你就實實。盤照，雙手盤照哈。盤照。來邊上哈。走。哎呀，轉過來，連屋出到嚟啊！哦，前一年都定係地下門啊。係啊。哇，我爬山嘅哦。難都想講，你上山乜冷？你看，劉老師，來咧，歡迎，強哥，哎呀。
说吃饭嘛？出发啦，出发啦！吃饭嘛？我还唔请放假，先我哋咧行前说明，先讲清楚。哦，还在开飞啊！哎呀，同上去哦，同上去谢哦。谢，欢迎欢迎。我对太空延伸世界路感恩国家公园啊，一次路提呀太自然地杯，我路感觉到提太自然地杯，真快乐。啊，后来路在转过了考入来呀，领悟口一片。我透過我經驗嚟分享俾大家認知，啊做一個人權咧一個教育工作，喺我一個太方向、太謙虛，想講我可話回到自家樓下地方上嚟服務。基本我哋有個任務嚇落嚟協助呀，我哋咧領悟區嘅一個巡山員，用去巡山，大家應該可以下嚇也睇條，也喺我哋過去行嘅路。哦，藍色的迄路哦，藍色的迄路，哦，要 Google 估會到啊！如果山東數得多係，數唔多，對山東數唔多，冇辦法，睇山東音訊全無。啊，最終我們可能在這個駐地這個區塊來做調查。哦，我哋今日有兩個任務，一個係我哋咧出發的調查，蘇拿地杯、森林地杯有一道嘅採集，是為嗰個大行強下量。啊，天任務係，我去最重要的野生動物。穿山甲哎。對啊，那我們這次去要去幾天去2天。 2天。好啦，唔使驚啦，因為電梯保護啦，哈。我帶同事即刻要檢查一下，啊有乜問題，我現在用切好，同工作站匯報。OK，好。來了，出發了。幹嘛？那而家睇到呢？有啦，食衣住行全部在迪拜啊，可以嗎？要下行路哦。要牙呀！冇錯，這個不好，可以啦。好，OK，拜拜。冇錯。一下就要停定順山岩出發，而去山鄉停定佢哋做事，行到去山鄉攀照，看定佢哋佢哋踩動自由快樂，搶我去郊遊。我嘅心肝晒遊得會少，唔知道山鄉有辦法好攀照麼？好，這是我們的最後的補給站啊，可以買個的東西，你看都是我們原住民很好的那個民俗茶鋪店啦，茶鋪店，頭家有穿。有啊，老闆娘 Hello， 老闆娘，看看喲，老闆娘，嘿，老闆娘，怎麼樣？給你買東西，帶上山，原住民朋友。錯，什麼族？海陸灣灣族，台灣族。我是不滿足。哎呦，我是村管不足，都在這邊解決，都在這邊解決。加油！怎麼樣？哎，要什麼？這個多一些，給我多一些吧。地瓜，這地瓜不錯粉，嗯，我們要去山上煮菜，這可以送我們嗎？不可以，很辛苦種呢。你們在山上會不會遇到落石啊？來來，喲，哎，哦，要獵人做嘅呢？幹嘛噶？你故意喺做陷阱的呀？愛唱一色紅太，太個恐怕會大條絲。我們要去山上煮菜，這可以送我們嗎？不可以，很辛苦種呢。啊，那不然我給你做工換這個，可以願意啦嗎，可以啦，我還有2個壯丁呢。好啊，好啊，那要做什麼？去那邊我有地瓜園和魚頭園，你去挖。哦不要。哦，那簡單啦，走，我們去呀，先不用帶。好，走啊。嚟。我們要吃呀，旁邊這餐食出來的小 baby。好。嘿，我說，必送，西豬尾 Q。哦，叫我都差不多時間。哦，能強的綁起來。綁起來。好啊。一個把好，這樣用就你就曬做事。 OK， 好不好？一方面綁，一方面捆。我請實嘛哦。來，手，往前。
哦，有嘛？哦，这样用你杀杀咯，杀杀。好加啊，好加。不要条，它太条了。哦，上手。哦，哦，要条太条，你看。哎，小红看。奶妹冇输哈。好加哦，那打人揾得多，敢用诶，那揾得多用保姆，赶紧赶紧。也不会可能唔会难。迄咪讲吼，我比到揾东西哦，还看到遐生意吼，就要食有诶，唔会也唔会。不过吼，今后也蛮揾到东西。OK， 我哋出发了。出发了哈，刚好来视察了。好，等一下，怎样诶？你的东西唔可以带上去，我冇搞风啊，用。从我哋查诶，啊，真是讲吗？冇办法。讲么冇去，怎样？佢就冇辦法上山啦。啊，咁走都是咁講，所有藝道都山下上到一山鄉來，一條路唔係講轎車，一般嘅私家車上嚟來嘅，坐嘅用嘅練下梯嘅用嘅踩上來，當顛簸。其实台湾的山的冻江呢，虽然讲一片迄较层的边疆，一片山壁可能会有石头跌下来，我运气因地摆，运气因地摆，变到两片就输诶，全部就输诶，冻江冻天津。劉老師，佢唔到到山鄉，睇佢做乜嘅事咯？主要係等等好啊，成活率調查啦，咁我個永久樣區啊調查。哦。誒，除咗廖太公講嗰個事係乜嘅事咯？咪咧順山啊，翕個當指揮自動翕相機。哦。嗰日多到咩？一個做乜嘅？森林永久样区哦，也是5年做100。我们先拉侧绳，拉0.2公顷哦，直线25，横的距离，那个宽20公尺。那今天设定的范围是？那我们从这边开始。OK。哦，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这条做记号吗？对。这一条纵向叫样线横向叫样目线，样目线就开始量，直过来。你看，样线20.4，样目线1.2，样目线1.2，树冠几4，树冠4。我们是5年量一次嘛，对不对？是。那如果这个5年之间发生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台风啊什么的，一个土石流把它们都给吞了，那怎么办？在附近再另外找一个同性质的样区，再来持续的继续进行。哦，下次说到树木遇到土，那如果你们在山上会不会遇到落石啊？没办法人定胜天呐，只能说我们每次遇到这种气候环境因子变迁的时候，每个同事之间那只能说大家要非常的谨慎，去执行你的公务了。林务局的想法呢，其实我哋迄天叫学习一个生命的过程啊。也啲向树讲，我哋所唔伫另外一个世界，就森林的世界。我哋看过变山的样式，看过太自然的是台风或水灾，我哋一般人想象唔到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执行这种我们林务局里面最高难度的所谓的高山深山特遣工作，结果走过去后，然后我就摔下去了。我也感觉到了，我2只脚已经同一个方向了，转了一圈了。我们的工作像那种真的是危险性相当高了。来哦，田内外行哦，唔是行哦哈。前面。我等到見到嚟利用500平方公尺來算一下成活率，一多條樹嘅，安尼講個價。你看對嚟咯喎。我來測測哈。來。都有，你上公測嚟哦。我一片25頭，我一片32頭，數數嘅哈。姐，十個表喺地。我一片最表頭。佢我以後做嘛？來，叫出來，其他地方啊。行你用樣算啦，用個成活率啊。好。
田登也到巡山员的弟兄来到也山峰吼，对个山峰的个安样的专注，拿到个范图啊，然后就硬拍出，然后通作动讲，本来绕到记得要照顾我就田登好要田登行，记得接就唔记得係什麼嘅。小虎，跟那个民生，你们那个报树高跟量胸径，它上面这个红色这个哦，有写直径割，我们要用这个红色的去量每一棵树的。看红色的这边，好，1.3米的这里吧。好，对，胸径25.5，树高哦，这大概是10公尺吧，枝下高2.7公尺，差不多2.7米。树种，这个相思树吧？相思树，对，正确。今日讲吼，头摆政府的时候，有专门读书的来买。故说讲，你倒退法的，也让开始我来中转去。故说今日搭5年就来关心一摆，也读书的态度的，有好的态度，有乜个偏通嘛，有乜个冲的嘛，我来聊。故说今日工作吼，真是当辛苦。难哦。很難行嘅路哦，行啊，黑擠的哦。佢根本就唔係向人拍出來嘅。種，哎呀，哎呀，你能做嘅呢？你乜噶？哦，呀，你能讀個書意啦，哎呀，做嘅陷阱呢？唔講要做陷阱嘅啊？因為呀吼，如果白牙歪啊，有條人撞下來，哎呀，彈呢個胎，嘿。啊，你用嘅鋼絲有嘛吼，啊就裝誒，啊變佢哋陷阱，啊錯嘅是無，如果彈落去，彈上啦，伊唔會彈，唔會，嘿，迄面所有嘅書嘅就安樣，我今日也記做得嘛，做唔得，因為嘅吼無彈性呢，這件青啱啱嘅，因為嘅裝一定要有安尼有彈性，咱可以。別人做得來呀，你動物嘛？當然是唔得啦，做唔得，誒，嗰陣我哋有時間嘛要留一點。係，我哋職責如何防範講有人流動物，啊有人頭多數嘅，啊取締啦，係。我就看到筍就差。係，也攏我哋咧洗頭啦。係，可以數啊，不如多開冇。竟然就即山峰嘅警察嘅。哎呀，唔錯。哦，當風神哦。也個工作就希望講大家唔好凊彩上來，然後去打獵。因為有動物嘅動物係需要保護下來，要不然是會瀕臨絕種的。每次都記得到安樣嘅對大自然嘅態度，不管係人，也係對動物，也係對植物，就係一個記得對生命嘅尊重。所以找什麼受盡，是不是？獵盡，我們在找那個。啊，都是草，怎麼看啊？哎呦，安亞偉，麻煩哦，找到那個哦，哎呦，哪裡嘅坑哦？乜東西？哪裡嘅綠坑啊？乜嘅喺哪裡？三甲。哦，穿山甲。我閃神都沒事啊。有這個，有哈，你希望有啊有啊。愛唱一聲紅太，太個恐怕會大條絲。所以找什麼受盡，是不是？獵盡，我們在找那個。啊，都是草，怎麼看啊？哎呦，安亞偉，麻煩哦，找到那個哦，獸腳。哪裡？這很像，有點像豬，對不對？你看，那個蹄哦，山豬蹄，所有的野生動物都是喜歡邊邊的。你看這一條都是有沒有哈？然後明顯的這個剛好就是交界處，它喜歡從這邊或是從這個邊這樣走。你看這個哎呦，就是山豬獸腳了。我們最害怕的獸腳就是這個。如果我們找到這個怎麼辦？這個獸腳就是違法，就把它帶回去，在這邊做記錄，然後再把這個拆掉。哦，它是綁在這上面。對，就是現在都把它解開，是不是？對，都要解開，然後這個拿回去給我們的負責保育的，所有的資料就拿給他，
好，那我们再往前走，看还有没有别的这种踪迹。好，再看一看。哎呦，哎呦，小五，行啊，有一个陷阱溜索，好，安尼圆圆一条，按过也伊咧活结，溜粒的，溜粒的，三柱、三阳、三强，安尼高油嘛，听它抓落去，去放下去，放溜粒的，放高鱼，就溜到就来电了，就不要来电了，错，就这样子呢，错，嗰种我样样，提插提，安尼插起，要提啊，安尼去上安尼，如果带过去。安尼又救伊咧，又救条生命，都唔错。来同安尼同时安尼5个人安尼去调查，差不多同安尼3公尺，要一直长中山野厅来投降。安尼2个人对抗安尼差不多要3分钟，伊也唔会惊俺，俺也唔会惊伊，所以安尼伊讲俺没猎人，但是人物救个也同人，所以真有一个亲和力。其他的都使用蛇拍救的。当然有通过航路嘅路架都差不多，但差不多嘅嘛个作山做嘅铁夹呗，嗰是不合法违法的啦，嘅犯罪的啦。其实动力可能全部都错的，其他就看得到，俺看唔到，俺都前面俺都来，真嘅动力都使用什么叫？应该讲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叫做真嘅仁者。有看到吗？万体潜啲，安全，嗰種啦，嘛天天行哦，好，要分发咯。哎呦，哪里嘅坑哦？有啊，差不多。什么东西？哪里嘅路口啊？那喺哪里？山甲。哦，穿山甲。也坑啊。一隻孔誒。唔可以來食土啊！嗬，也差唔多1、2日咧，1、2日前問題啊，但是已經家唔可以提杯。來摸一下，看有人才冇。喂，哪裡有多麼卡冇？仲當真呢？你都會講不聽，而家還有另外一行走出去。出去潛水咧啊！佢穿山甲什麼解啦？是肉啊！是肉。肉。肉我有講呢。冇啦，講那個啦，是螃蟹嘅。螃蟹。哦，螞蟻啊。哦，佢幾家有多麼卡冇？我哋一度點出去，一度點滾來。有面一睇下冇，我哋揾來撞嗰啲刺通翕相機。有個有嘅。刺通嘅啊？刺通嘅，感應呢？可以，安樣嘅當做得，安樣快。只要是通過，路去別動。而家咧擺 pose 嘛，所以唔要痛，但係唔全可以。其實我哋睇山峰鐵鏡都好多虎頭蜂，因為而家規群嘅我草原那個掉到個痛啦，有時隻鐵道窄掉到你會致命啊！嗰陣我哋對一種嘅事情會寫依啦呢。對山要盡心，凡事小心。遇到事情嘅時節要冷靜，絕對唔好講以為冇嘅嗬。安尼第三項千門險。太哥，一困了條樹啊，我看其他樹就冇你一困，我因為濕身咯。伊一種情形快到種，有時伊係細菌感染，好，伊係是得愈來流汁，流汁伊也有時把你酸酸的米絲，我酸酸的米絲啊，有這樣，有哈，因為一條樹誒，伊都係經過風災，因為伊也嘅分叉地方體，接近土層，嗰所以風一吹下去，伊都會被拔開來，還個健康嘅，伊都還會繼續玩生。嗰唔健康嘅拔開來，糖過嚴重嘅，伊都會死，係都變苦力。嗰個假一般已經算小體的吧？現在目前看晚上，很生啊，佢米香雲強強啊。哎呦，嗰個像下你有辦法救嗎？一般嘅人，他不唔可以提做救治嘅動作㗎。因為山咧行按多數嘅人都帶救都難救唔掂。要抽啦嚇，放任表揚自然如火。安尼。大哥，我看大概就帶幾多誒？係啊，做乜帶多誒？因為帶多誒就是唔差，我喺多提得冇相同，我一定用關係嗰種嚟多誒，我唔關係，嗰種係用一定講嘅磨練嘅，係菜刀。上山一漂嘛個東西。唔像我當人咧，像日嘅我當人哋吸毒嘅，人哋攞去提難係。
哦，就是有当多如果係，即係細隻啦嚇。係，你提細。嗰一記錄嗰個一記咗劈睇。係啊，記錄一劈係。我再劈下。哦。哎呦，我另一碗汤就是周武士呢，像武士刀一样的呢。来吃饭，我看你香的。对啊，让来劈嗰位磨碎，来對。一劈下隻啦。行開哦。哦。安尼也擼高得呀，唔係當道，唔係角度聽啦，係。我們的前途一片坦然。來，繼續。我成都都在上報講，前面人可以過，我哋咩可以過。咁喺冇一定前面行者位，我哋村人嚟睇下一樣嘅咯。人哋要唔要行啊？嗰時候唔成都，要唔要調食個？譬如高德，我哋咩高德啦？安尼啊？伊也就係客家人硬頸嘅精神。可能係吧。因為這裡因為好喲，也是前陣的營地，準備吃飯。好啊，好。劉老師，而家都在煮菜。哦，我去做下咧。我哋利用亞環境來做我哋嘅餐堂。做我哋嘅主食地方，好冇？呀，只是一片草地咧。啊，你啲村好嘅，聽到我哋喺搭入到做嘅，有嘅冇嘅。搭嘅做下。係，錯。跟你先你看嘢。好啊。看看用得也用唔得啦。好。小虎。用。呀，你做下。要做好。做頭。可以幫我做個抽油煙機嗎？哦，可以。等一下，我覺得好像缺一個烤肉架。哦，冇問題。可以啊。冇問題。馬上有。醫生，麻煩你咯。不過我整表啊，我都聽下。啊，簡單慢散 OK。慢散就是整表。要隨時的都不整表。有樣。我吃到清理開就記掉，馬該就變嚟出來。其他都真係非常誇張嘅，用旁邊的數位機啊，搭啊，就一張包嘅，用做嘅哦。加啊，就一張秒，就用下嚟烤。所以我去做嘅烤久嘅，我小團結，我去天我叫我去做當我有油，不知道講冇簡單看。冇嘅做頭啊，然後就用石頭袋啊，然後梳頭點火加盤頭標啊上去，等一啲做下就出來。勇哥，你都會講嘅好嗎？好 ，OK。安住這樣。好，我謝謝啊。好。哦。用飯刀切菜，有看到一整表冇？一整表啊，墨點櫻桃樹，加下劉老師將那個記下來嘅，睇到就係一隻整表嘅，我一整表有整表。哇，粉紅色呢哈！哦，冇什麼？我個冇事咯，也流了。原來你係都散紅暗幸福啊！這暗火怎麼樣？它皮好脆哦，越嚼越香呢，因超見香啊！哇！再來一條，再來一條。好吃嗎？哇，這個油脂好香哦！我本來想講哇，然後愛煮乜嘅素豆豬腳湯，本來想愛煮素頭嘅湯，結果冇素頭嘅，好彩有朋友送頭油，一下就轉換想法，冇就改菜單，就來煮老豬腳。把哥哥來表演。哇！我解係廿米莫嘅肉桂。係真件咧，出嚟得咧，啲肉桂嘢到哪邊？好，應該得幾片？幾片啊？係。好，給二一起嘛。好，來。對。OK。奶奶，馬苦烏馬吼。睇肉桂條啊。哦。OK。一條就係咧。一條係肉桂嘅。哦。有樣，大個拿我。再沖鴉片呢？你鴉片。有米絲嘛？有啊。有啊哈，
是后来会甜甜。有个有精油，有肉桂精油，按搓一搓就有那些。如果哦，有个香，你这是应该跟哪？阿妈会泡茶。哦，肉煮卡时间最香最甜。有得会甜辣甜甜。好，马上就冲好来。哎，要好啊好啊。要好。嘿，จาก得会离煮掉。OK。安尼会个有个好食的。好，OK。特别是顶来做烤肉的，烤肉係真厲害。你之前啊，擘個東西拿來烤，上公司嘛是同樣，基本上烤肉嘛，基本上準備的兩樣嘅東西，一定係厲害的哈。哇，豬頭皮耶！对呀，豬頭皮啊！哇，你這是豬臉少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少個什麼東西？呼喚所有的巡山員弟兄們集合！中午的卡數。来，这就是试货的哈。愛唱一色紅牌，太個恐怕會打掉時。哇，豬頭皮耶！對呀，豬頭皮啊！哇，你這是豬臉少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少個什麼東西？在這裡呀！不懂了吧？哎，幫我哈，豬頭皮睇咗我雞肉，我第一擺讓你做嘅就最妙嘅烤肉哈。哎，再講肉，嘴巴咯啊，脆皮咯，再看3寸不爛之舌。那丫頭做的就是算盤子，算盤子就是當咕嚕嘅客家菜。呀出菜係喺到馬來西亞是到馬來西亞嘅客家人唱嚟食咧，然後係咩學起來。唔過哦，呀都有神向阿家嚟到唔係去摘嘅烏嘅，唔過係看到入烏嘅嗬，嗱呢。被鋪嘅烏嘅冇嘛強樣，拍咧，唔知會成功冇？希望會成功。呀一台差唔多切好嘅，好，我唱人來讓我聽數。呼喚所有的巡山員弟兄們集合！好咯！哎呦！來，聽數。聽數。哎，我一喺台切嘅麵團，掉細有學過嘅酸盤嘛？哦，有嘛？酸盤嘅碟來碟去嘅，嘅圓咧，係我一做一樣嘅，好，見到嘅半圓冇咁樣，半圓係一樣圓錯嘛？係，唔過嗬，阿拉嘅 Kimi High， 等下。有一隻孔，一隻凹進去的線，有冇 ？OK。哎，哎呀，這道菜就叫蒜盤子，也有些哦，也唔係技術誒，唔係特殊嘅按鍵單哦，冇啦，冇簡單哈，做得冇？做唔得咧，卡數，男人不能說不行。導演哦，好啦，手指比腳拇指還要，女人養大便便。誒，幾時係？叫我來飽一頓。幾時係嘅乜嘢？牛骨水。飲飯咧。飲飯咧，因為咧，有個碟，唔是碟嘅。嚇。呢是用鹽那個碟，碟係嘛古嚟嘅。冇鐵柱喎。我檢炒。都要啊，我試下喎。葉記啊，人生啊看到最妙的一刻，這麼多大男人在磨那個東西。磨什麼東西？講清楚。哎，要有講啊，看。酸盤子啊。用啊。很優秀。用下咧，落嘅啦。啊，哎哦，看啦，有，全部有幾隻。哇，豪邁的男人也有纖細的心哈。他的廚房。再來。
这样子动作比较快哦。啊，不然我们等下吃宵夜喽。起来。没有吗？啊，滚出来等过鸭个咯，好嘛？阿月嘛个呀？阿月算盘子。阿月算盘子。耶！阿月贵算盘啊。阿月贵算盘。阿月精打算盘子。鸭水当中滚的，哎呀，就做得嘞。希望佢唔會散脱。ที่ไป用哎呦小丑啊，要到山峰煮菜，完全冇辦法去甲控制講，太火死火嘛，當有意思。嗰一下，就大家介紹皮料，你就做得準備啲位豬肉啊，好食的青菜啊，天香嘅，那天香嘅。嗰還有一下特殊嘅，就係呀爆高油嘅下鹽嘅，天香會當醬哦。好，你看，呀蒜盤子鋪起來就好誒，先撈佢留起來。現在煸豬肉。起到一條魚。必須的哈。呀哈，滾嘞！哇，當真。先撈呀，蒜盤子先不用入去。哦，安等你下來哦。哦。好，然後加水，然後不用鹽。嗰家蝦嚟講嘅下鹽嘅炸糕嘅，先不用入去，去加一下。去邊滾，安樣就好誒。你冇團舞誒，準備做得食飯誒，啊，係冇簡單哦。應該係好誒，看一下。哦，滾了，滾嘞，滾嘞。來，先來試試來呀，必須樣板。要成功，切面啊！愛留嘅天香嘅葱嘅酸嘅放入去。好嘞，各位巡山弟兄們集合！集合集合！來喲！哦，這蒜盤子好誒好誒，香哦！你看煮出來就係咁樣。好看好看，哇！哪裡來的光？日頭就煮落山嘞哈，千呼萬喚始出來。哦，牙一出好了，哎，你就做得吃飯嘞。 OK， 好不好？哦，哎耶！吃飯。耶！總算煮好誒。哦，實在很厲害哦，哈，要按規種做嘅。做嘅，嘿，愛老小虎，還有所有嘅你巡山兄弟窮下做出來嘅。唔知原來潘總也記得潘總本事哈。誒，真勁咧！你看，本來喺外頭我來潘總本地食，結果唔到煮嘅菜，看起來比外頭煮嘅還要澎湃誒。同樣啦。你知係喎，後擺唔敢到山上烤肉。樣誒。佢當好真係當厲害呢。係啊，哦，樣誒。鹽酥酥啊，天天啊。樣誒。講到4日我就看，結果我準備半夜咧，我係帶醬料來，特別帶醬料來，還有帶幾萬個肉來切啦。結果叫了清簡單咧，就是買雞料的豬肉，鹽、滷滷啊，烤出來比我好食啦。所以特別好，我一天唔敢講，我買燒肉嘅。來，要不要吃飯？
你要吃蒜盘子，好，来，这就是试货的啊。谁看哪？大哥，我也是你的货，我要吃你的粽子。有氧。好，你要来。哦，这个青菜是。哎。哇，改耶！哇，蒜盘子怎么样？啊？好美。也不能说不好吃啊，我会哭哦。真是。你最好吃呢。底都有乌哎。牛条。好吃吗？好吃。很好。来，哇，这好多肉啊。都是肉啊。都是肉。好弹。里面有乌哎。我们试看看这个桂蒜。来，我帮你。桂蒜盘吗？对，你看，对，不好吃我就桂蒜盘。如果你天天跟我们上山做好，就好了是吗？真期待呀哈！大家吃饭在一起，会觉得好吃。平常时期都上行模式都按澎湃，迄因为挨到来，挨到迄记到迄人客，记到迄抢挨到是记到都上行抢人客嘅攀作料理。古种挨到也摆来，迄来本人抢嘅，唔要来抢人嘅。哎，兔子，帮你烤好了。挨妹啦，我要做老鹰，不要当兔子，你才是兔子啦。我要当猫头鹰。猫头鹰是刘老师啦。啊，没头条。你刘老师係貓頭鷹嘅專家，你孤陋寡聞，想講。你想要看咩頭條嘛？动物园哦，天使哦。呀。要咖啡啊。呀。你來。有嚟看啊！好，來，捱咗唔少。啱看嚟到啊！啊，本來迄唔上先講，佢乜個係咩條條過啦，講佢唔可以講條法，因為係咩條條過啦。結果呢，佢都嗰啲咕咕呢，實嘅咩條真唔會比過人呢。當冇簡單看到誒，然後一下就比到嗰種感通，嗰種感覺冇經歷過，就知道當神奇。啱冇條啱面喎，冇天師，數據也冇數宣，嗬，你冇因為長。就看规天空的神呢，吼，就是东西，大家聊天、开讲、打水鼓，其实记得有当幸福、当好教的地方。廿八天巡山員來到廿三行，我哋就喺度呀，享受佢哋體驗佢哋嘅工作，佢哋到廿三行嘅工作嘅成分，當神奇、當好教，係當好嘅經驗。哦，按建設，你看按太極反動，這按太極的類似道，忘意思的吧？哦，剛才冇拿出來，什麼？哎，很寒哦，我想我偏瘦，全部啱，大家全部都睡冇。我用會起啊！下啲水。堅持夢
梦想。